無論相隔多遙遠。介紹一下來賓我們母校的黨委書記林良駒書記。很重要的一個來賓是台灣校友會的會長陳光耀先生。陳光耀先生專門從台灣來，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贈送嘅廣雅之稱楊山情係我哋校友會嘅名譽會長鄭志德夫婦出錢俾我哋再版嘅。每一位校友，為什麼？因為沒有你們就沒有今天這個舞台，沒有你們也就沒有我們每年的番劇。來自母校同學黃健和張若儀的摩登舞探戈。來自母校表演者曾濤的獨唱。郭時祥的母親。第一輪抽獎百佳50蚊禮券10張。陳希豪、林永騰，第一張第十圍嘅3號。我們現在繼續欣賞下一個表演，下一個表演是來自母校的李紅。體育老師，大家看我們幫社的校友表演開始見啊！每一個保溫杯係169蚊嘅，每一個保溫杯係169蚊嘅。第二個就擴音器8個，係我哋嘅盧學光會長陳希浩、林詠儀捐出嘅，每一個係178蚊嘅，8個。普洱茶，同埋一盒普洱茶，長壽長樂酒。係由58屆嘅唐元開先生，祝願佢身體健康，早日開鋪。第4個咧就藍山咖啡12包，係由老3屆嘅校友何國新捐出嘅。介紹下陳希浩，我係我哋嘅校廣校友會嘅係咪接班人啊？唔係接班人，幫手做嘢㗎。咁啊以後副會長盧學光，佢即係下台以後呢，就是他上台，對不起啦，大家鼓掌。仲有一位呢，亦都係我最欣賞㗎啦，地理狀元就係嗰邊嗰位幫我撳緊 PowerPoint 嘅，亦都係我內子。咁呢，咩叫內子我先唔講。內子你有冇聽過一首歌啊？你講。
嗰首係咩？彭羚嗰首，呢個加冕光圈天使。仲有另外一班係單身，佢哋話單身。OK， 呢一班我哋叫佢做江蘇衛視恐懼症候群，因為佢哋嘅爹哋媽咪係特別中意睇江蘇衛視嘅《非誠勿擾》嘅。廣州行入去，專門為我哋呢個聚會嚟參加演出嘅，表示熱烈歡迎。差啲冇到腦震盪。嗱，我講俾你聽，我今年啊貴庚啦，77歲，差3歲就80啦。咁我學鋼琴幾時學嘅咧？我幾時學鋼琴嘅咧？我70歲學鋼琴嘅，我70做哆唻咪發嗦學嘅。3款咖啡俾大家試下嘅，一款係牙買加藍山咖啡，一款係巴拿馬一個莊園，叫多列拿莊園嘅咖啡，一個係埃塞俄比亞。要咩？喺呢邊。呢度。係啦，準備好。講錯咁。佢知㗎係咪？大家知唔知我哋呢位陳光耀先生幾大年紀咧？大家認真睇下一陣間，我哋呢位陳光耀先生今年85歲。哇！而且係一位武林高手嚟嘅，你哋一陣間欣賞下。85歲啊！第9手啊！第9，隻手。
同書記影相啊，唔該，大家鼓掌，大家鼓掌。我哋8景茶，呢個茶咧都係限量版嘅，所以今日呢3位我哋嘅校友得到咧，我覺得係好榮幸，我哋掌聲，多謝佢哋。先後捐咗20萬，先後為我哋香港校友會捐咗20萬。鄭志丹先生反覆講唔俾講嘅，但係呢位主持唔知點解又亂噏嘢。好啦，咪住，我太感動啦！即係有佢支持咗我哋香港校友會維持咗。老實講，我哋個會長、秘書長陳偉，包括你哋68屆所有學生，全部係理事，仲有在海嘅理事，全部係義工做嘅。佢哋係冇攞1分錢報酬，而且係仲係貼錢嘅，打電話寄信都係同佢貼嘅。所以我哋香港校友會啊係好好嘅一個領導，所以我哋再次感謝會長，起身啦，再次感謝秘書長，再次感謝我哋總裁，最後我哋再次感謝鄭志德先生，長時間會長，長時間，會長，鄭生佢中間，鄭生佢中間，大家跳好啊！笑眯眯，大家鼓掌，哇！真係幸運兒啊！已經跨係嘛？好 OK。為咗就冇興起見，我做呢份嘢咧就差咗2份，1000蚊啦，500蚊一份，再拎出嚟抄。好嘢！我今馬上答，你馬上答。好啦，邊個唔記得咗？黃宗漢先生佢話個1000蚊攞出嚟，再拆開200蚊、500蚊，再差2份，請大家再抽獎啊！好啦，請大家，你哋翻去，你哋可以翻去啦。咪住，你聽我指揮，咪住。哇，2張，大家唔好講話啦，2張。嗱，唔好再翻轉頭啦，唔好話哎呀，我又抽咗又交翻俾佢就抽，咁啊抽到晚黑抽唔完啦。我度啊，仲喺嗰度，哇！呢個犀利㗎，
6席2號，第6席2號，邊度啊？哇！靚女出嚟。嗰張紙俾我。上嚟先，上嚟同阿黃宗漢先生影張相。仲有第8席，我隔離嗰席，我哋58屆嘅第8席2號。哇！我哋松哥58屆嘅松哥，阿梁錦濤嘅細佬。梁錦濤嘅細佬叫松哥，搞笑一下唔係真嘅。影張相，稍微快啲啫。影張相啊，快啲啦！影張相，笑咪咪。好，大家鼓掌。OK。好啦，嗱，大家唔好出聲啦，好似冇音樂冇鼓嘅。好啦，開始，一個一個攞，攞完閂埋再搖，攞一張出嚟得啦。好嘢！第14席12號，第14席12號，出嚟啊！唔好意思啊。你介紹下先。你叫咩名？夏夢琪。邊一屆？10屆。10屆。拍拖？未。未拍拖喎！喂，有機會啦，你哋後生。佢未拍拖啊？發表下獲獎感言。非常之多謝呢個校友會，希望第日多啲機會同大家相聚。好啦，咪住，再搖一次，再反過嚟再搖。好啦，搞掂。嗱，鄭生，你動作好似慢動作咁，眼望前方，所有人都望一次，機會均等。93席。93席冇搞錯。唔轉啦。搞錯喂，阿陳婷，你有冇搞笑㗎？阿鄭生，你福氣好，你轉多幾下，你轉運得㗎啦。第16席6號，哇！第16席6號，好，發表獲獎感言。大家好，我叫麥飛如，我係07屆嘅學生，咁好感謝呢個獎係俾我攞到嘅。咁我啱先聽到其實講下嘅校友會費係唔上限嘅，咁我決定將呢個獎捐咗俾校友會嘅會費，多謝大家。多謝。咁我哋講下校友會嘅基金咧，又多2000蚊。同佢手上攞獎。古寶生，出嚟。影相先。古寶生，我哋嘅財爺，財神女。過嚟前生。出嚟。好啦，搞掂。上台，古寶生。係我哋財政部部長，講下校友會係財政部部長。過嚟，影相。好 ，OK。52屆嘅講下校友獎，你介紹下。好啊，52屆胡秀琪，我
因為喺屋企咧，我好中意種呢個花，咁而家送俾大家咧係正品嘅清新劑，即係收落咧，我哋好多時都生起出嚟咁樣風味，佢就可以做正品嘅清新劑、空氣清新劑。咁呢度有16棵，可以水養，可以種，咁太希望如果大家歡喜嘅就可以攞。今天來相會，白髮有一個，皺紋有一對，心兒關心近水，生活還甜美，回憶往事有喜也有悲。親愛的朋友們，美好的今天屬於誰？屬於你，屬於我。无论相隔多遥远，仿佛你从未走远。无论分别多少年，好像你一直在身边。红墙白杨青瓦，谁在跋涉窗前弹着吉他？柳絮枫叶雪花，谁在小白楼长长的灯光下，借给我泛飘的兄弟，你还好吗？图书馆为你占座的姐妹，她怎样了？那谁和谁在哪儿？那谁和谁可成了一家？老同学，说不完的话。老同学，时光雕刻的画。老同学，最真最美的笑。老同学，喝不够的酒。
给我翻飘的袖子。你还好吗？图书馆为你占座的姐妹，她怎样了？那谁和谁在哪儿啊？那谁和谁可成了一家？老同学说不完的话，老同学时光雕刻的画，老同学最真最美的笑，老同学喝不够的酒，老同学说不完的话，老同学时光雕刻的画，老同学最真最美的笑，同学喝不够的酒。无论相隔多遥远，仿佛你从未走远。无论分别多少年，好像你一直在身边。无论相隔多遥远，仿佛你从未走远。无论分别多少年，好像你一直在身边。红墙白杨青瓦，谁在跋涉窗前弹着吉他？柳絮枫叶雪花，谁在小巴